当我开始动手做我上需要的日常家具，尤其是椅仔和桌仔，因为若无这，我连基本的生活享受都无，无法度写字、食饭，也是做一寡其他的代志。伫遮我着先交代一下，理性是数学的本质和根源。咱若顾理性来描述和处理代志，对事物做上理性的判断。每一个人今晚拢会当熟手各种工艺，一世人毋捌用过工具，毋过经过劳动、骨力和用心，一段时间了后，我发现我啥物都会晓做，只要有家私。不二个甚至无家私，我嘛做出袂少物件。有诶，我简单使用盆仔，也是底补头。凡说过去无人安尼做，嘛无人像我开遐济时间。举例来讲，我需要一块板，我变无步，只好先做一丛树，甲柴箍怀伫面前，顾补头甲双边铺平，铺甲那板仔遐高，然后搁用盆仔甲抠互油。讲实在，顾即种方法，一丛树简单会当做一块板。毋过，这是我变无步的步，只好靠耐心去做，开济我的时间和劳动，才完成一块板。毋过，我的时间和劳动并无值钱，安怎开拢共款。不二个，我拄则讲过，我先为家己做一块桌仔和一块椅仔。这两项是利用我为船顶顾牌仔搬转来的底插板做的。毋过，等我顾顶面讲过法度做房仔以后，我搁沿山洞的壁做一寡架仔，看度1.5英尺，顶下几若层，好通放家私、钉仔和铁器。总共就是甲逐项物件安排固定的所在，方便使用。我嘛伫石壁顶插机，好通挂穿和会使挂的物件。所以若有人看到我的山洞，迄就若是一间藏必需品的库房，物件安排甲真顺手，看到一切我的物安排甲遮好势，收藏的物搁遮济，我感觉真欢喜。也就是这个时间，我开始记载逐工的工课。早前我无用试试，毋若身体的劳动，搁较是心情的混杂。迄时若写日记，定着无聊，搁乱草草。举例来讲，我定着安尼记：9月30，无影时，上花了，我吐出大量的海水，小可恢复元气。这时我无先感谢神的解救，煞伫花顶走来走去，扭动双手，搁拍头扑面，哀叫家己的不幸，大声喊我害啊，我死啊！一直到忝甲昏倒伫涂骹休困，毋过毋敢困，因为惊互野兽食去。安尼了后的迄几工，伫我上大船，搁为遐搬一切我会当搬的物以后，我忍不住逐工爬到一个小山顶面，看远大海，希望会得看到船。然后空想过头，有时敢若看到远远有船篷，欢喜甲充满希望。等搁掠定静静看，看甲目睭起烟黄，看无任何影子，就坐落涂骹哭甲哪囡仔。我即种愚戆的行为，搁较增加我的困苦。加在即种心烦的日子渐渐过去，安搭好势我的住所和厝内，搁为家己做一块桌仔和一块椅仔，尽力甲世界安排好整齐舒适。我就开始写日记。我打甲日记抄伫下面，毋过难免代志有淡薄重复。后来墨水写了，我就无法度搁记啊。